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杂志。今年大家认识东西，当初从健康、老养生，强调无打农药、无用化学肥料的有机农产品，也成为越来越多人食东西的选择嘞。在桃园县新木乡浦东村有一个做有机肥料的专家，叫做王德贵，佢为到推广有机的观念，特别漂嘅一地已经转化到多年种嘅休耕土地，先老耐用，恢复正常。之后种各种嘅青菜、水果，用自家做嘅有机肥料来喂。佢喺到自家嘅农园转型成为一只有机教育农场，教当地嘅村民做有机。以下浦东村已经有50几家人种有机嘅青菜、水果，食到安心又健康。今日节目一开始，记者李一凡、老吴相平就要带人看下来认识一下做有机嘅先生。一大片强绿色的有机菜园，生态池地度树上树下的态度青刺眼，万人看得出这位的适合蔬果污染、泥土酸化的休耕农地。这位的是新木乡的长祥有机教育农园，也是主人王德贵的饲养的梦想。一般的人乡里农民就话，嫌佢讲種菜唔好用農藥，唔好用殺草劑。佢講緊唔用農藥係我要種嚟去啦。我講也是完全唔錯的。我講較早你阿爸咪做30-40年前佢種菜時，佢冇農藥，佢幾秒樣辦成法。像較早嘅人，當時也冇化學肥啊，也冇農藥嘛，所以講佢種嘅佢食嘅東西是最自然嘅東西啊。所以講家人過嘅全部有機嘅成分嘛。今年58歲嘅王德貴認為，現代人當道嘅病痛全部同農藥嘅大量使用有關係，再加上高度工業化、污染嘅土質、土地到人向下薄片嘅，這個問題再從人開始做起，回歸自然嘅有機生活就係第一步。有機嘅係講你種菜嚟講嚇，就不冇用農藥、冇用殺草劑，冇用化學肥料。完全用天然的做嘅肥料落去種嘅東西，按照有機。一般的人對呢啲東西冇去明了，所以講我按照教育農人，意思上所以慢慢的對睇這個對觀念上嚟去改變，慢慢本嘅行業嘅有機嘅一隻世界。要用啲咩些主要嘅入面有啲多些，這是葉面施肥啦。強調有機青菜唔是用錢買，自家種就做會得。王德貴希望將有機嘅觀念落實到大家大戶。只要有人來農園參觀，王德貴全部會親自教佢哋來辨識有機嘅青菜。一看到我哋任何嘅菜就話，全部係入邊就話都是黃綠色的哈。當然飯就入有兩種嘛，搶到藍的去。你看個市場買菜，一搶到藍的去，那個就是硝酸鹽含量非常高。用化學肥料所種出來嘅青菜，硝酸鹽含量大部分就太高，食了以後所產生嘅亞硝酸鹽毒對人體有唔好嘅影響。王德貴嘅菜園順項一間廚藝工作室，係王德貴親自所起起來嘅，其種菜所用嘅有機肥料全部都係鴉片所製造嘅。伊只佢甲用膠皮嚟病，其實傷緊門鎖嘛。所以講呢兩病嘅係應該琉璃體安等病人吼，其實唔會傷門鎖。到台這個講樣板現在做出去，跪下拿囡仔起來吼，來倒落去。二趟時啊用緊就話，三趟時啊四趟時就話，按用緊落去散落去，也是從未發分窮咗嘛，王德貴認真嘅自投鄉情，讓嘅老廚藝轉化成有機肥料。其實王德貴當早以前就係做有機皮嘅專家嘅。22年前，佢可以全國第一家專門製造有機皮料嘅工廠，還因此當選呢民國83年嘅十大傑出農家。不過頭擺嘅有機觀念還冇咁普遍，工廠嘅營運狀況還唔算清好。1幾年的健康養生的風氣漸漸的流行，有機開始熱門起來。結果王德貴在2年以前
做下一块已经无人耕种嘅后耕地，来实现家嘅有机王国。第一铺就是丰年已经酸化嘅土地，王德贵上千嘅办法，研发出用药碱性嘅天然泰利沙粉，用来中和内毒项嘅酸碱车。你是拿去落啊变水多啲嘛？冇你个晒到唔得走，冇像睇下家人柔软好些啊。佢娘你啉到冇相干，你 pH 唔会高。土地侵占嘅生命力以后，就做得来种特种嘅农作物。完全唔是用农药、化学肥料，但像用自家嘅树来做嘅有机肥料，自家种出嘅成果，也向附近嘅邻舍来推广，也为齐太太做层层疏导嘅影响。齐太太先老王德贵学晓嘅，利用厨艺来制作有机皮，天天就留自家嘅后院，全部就用来种有机嘅青菜。5年下来，全家人所食嘅菜全部就係自家種嘅，又健康又安心。因為我這個已經做有差唔多5-6年了，俺哋都全部用有機嘅食材，他從來沒有用過化學的。他大家買自家種菜，買到批晒嘅菜，唔敢食。佢非常嘅優勢吼，是像大幾粒打布檔嘅村呢，可以來推廣。尤其呢，對呢家庭辦案呢，可以呢對家庭嘅教育可以來做起來。我相信呢，有機嘅優勢嘛，來推廣呢有機嘅自然農法呢，我相信呢，呢對呢嘅規則。生活上也好，你社會也好，有非常嘅大嘅幫助。王德貴主動到農會家政辦宣導有機農業嘅概念，透過嘅家政辦嘅送美北坡，留有機嘅種嘅來飛出去。我用2年，係我種嘅菜啊！嗬，我當好係鋪嘅嗬，打凍結，一種啊打10顆條，一邊我。10個隻，是凍葉心啦，係啦，凍葉心凍3萬啦，上下喺度看佢是凍3萬，安尼做上下有會感覺講，佢按3萬做，安尼盡量落去配合嚇，有嘛希望講嚇，也不當順做，等安尼去推廣出去發展起來樣樣啦。老七家嘅家鄉新福鄉普當村打造成一隻有機村，係王德貴嘅前提嘅目標。按樣嘅信念也感通嘅七家嘅奶爺老母爺。學天路嘅奶爺王顯玉，留拿到國立大學美術碩士學位嘅母爺王飛璇，全部表態嚟自家嘅事業，專門不卡天數自家嘅阿爸。最近2年啊，我跟我姐姐有回來之後，然後就是融入一下這些地方的文化，客家的文化進來，然後所以現在會有做一些比較年輕人的農園的經營法。我們家雖然人數不多，但是每個人都有他自己負責的地方。那像說爸爸媽媽，我覺得就是說整個農園的精神啊。那像現在我的部分，我可能是負責說，我們希望農園看起來像什麼樣子，就等於說是比較外在皮膚的部分。像我現在會把農園這一部分，就是用一個客家花布來帶出來，因為其實這個客家花布在新屋，我們新屋還算一個很傳統的客家莊。那這個客家花布其實在新屋是非常常見到的東西。也為係教育農園嘅農產展示期2樓，本身冇乜嘅設計嘅空間，希望飛璇嘅創意和聰明發揮嘅以後，轉身一變就變成了一個已有規模嘅客家文化導覽館。王飛璇所設計嘅導覽館現代感十足，老農園戶外企劃就像係2隻無窮樣嘅世界，從館內嘅教學表演區到精緻嘅轉盤圖嘅當中。睇題就看得到王飛璇對美學創意嘅專業嘅程度。除咗發揮美術嘅專業，打扮自家阿爸嘅農園，王飛璇還留名路行銷單一為一個傳統嘅農園，推銷自家阿爸所製作嘅有機農產品和有機皮料，本農園維持穩定嘅收入。
一开始成立一个有机教育农园，王德贵投入了将近1000万元嘅资金。不过一开始佢单枪7家提嘅面店做，也唔係講當曉得經營。前幾年呢，全部都係開了錢嘅情形。在前2年的時候也是蠻低潮期啦，就是因為農園啊，就是有時候要不斷的建設，那一些又蠻多要投入一些經費下去改變一些景觀啦，或這樣子，然後才會有人來參觀。那時候大概2-3年，大概肥料廠的肥料都賣得不太好，然後都是將近1年賠的錢，大概都賠到700-800萬。王德貴嘅奶爺所講嘅皮料廠，就係20年前王德貴所開設嘅全國第一家生產有機皮料嘅工廠，也係王德貴有機事業嘅開始。哦，你係堆培分堆機啦，嗬。雖然做堆培，你係發酵式嘛。做堆培是講你堆培嘅原料哈，不管牛是雞是豬是肉好，你要加農行，加到纖維質嘅東西。最重要是要發酵了，那發酵式叫分堆嘛。哦，你要台機器做嘅捱發面咧，捱發面咧，係技術利用你分堆嘅時間用，然後帶下嘅變成面檔嘅變紅下變下來一樣嘅。20年前，王德貴就曉得要到環保還有有機嘅概念，廢除豬屎還有牛屎，運用發酵嘅原理製造天然嘅有機皮料。佢講一種嘅皮料，輕適合用來種茶還有種花。做這家種嘅東西有機嘅嘛，哈，做完呢，大家都有啊，感覺就做得起來，你當放心是啦，哈。像你做事做啊，感覺你講最好的時間，因為我們自己是茶。這個做你倆也自然有兩種嘅樂趣。經過嘅王德貴嘅推廣，一下浦東村總共有50人戶嘅人家，停定來落實有機嘅工作。王德貴希望做得來影響很多嘅鄉親來投入，未來讓浦東村變成一個正經嘅有機村。一個小面積，一小塊一小塊都先做起呀，哈，咁慢慢的推廣，你千村推廣起來安樣哈，咁希望是講，挨到浦東村你大頭來做，係咪發展到浦東村做好，你發展到幸福鄉、貴鄉就，然後做個你團人貴人來推動安樣嘅。有人講做任何事情全部做唔得，但搶係為到賺錢，謙虛老理念，則應該係前提嘅熱情動力。王德貴佢就係安樣嘅人，看見自家嘅農園慢慢地成長起來，有機推廣也悄悄地替家鄉落實。王德貴講土地係有生命嘅，人讓係對待土地，土地也會讓白來回報你。替王德貴嘅教育農園地圖，一磚一瓦一草一樹全部都係心血，對王德貴全家人，甚至對浦東村民來講，行卡係驕傲。雖然講20多年前效果又佳又好嘅化學皮料是其他嘅天然嘅有機皮，不過王德貴從來唔是標題研發有機皮料。可能家鄉嘅土地受到工業污染、和化學皮料嘅傷害，造成近來見到嘅天氣效果及新鮮度都唔判得。佢所成立嘅長祥教育農園係全國第一間廚餘處理和示範園區。一幾年，佢積極嘅教當地嘅村民用不卡地度嘅廚餘來做有機皮料，自家食嘅菜自家來種。唔單止本民3人食到安心又健康，一本書上嘅土地漸漸恢復嘅生機。佢對有機嘅熱情、老堅持，唔單止感動嘅自家嘅生意呢，也感動嘅當地嘅村民。希望浦東村做成嘅老山村之後，成為另外一個有機村。
Hey yo, what's up, my homie？现在就让我来问你们的几个问题。喝完珍珠奶茶的塑胶杯饮料罐，通常你们都会怎么处理？丢在别人的机车上，或是丢在暗墙。但是这些举动真的不是那么的理想。难道你忘记上次要推车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车也被别人给乱丢？饮料洒在的座位上，不知道该要怎么做征求。下次请你顺手把它放进资源回收桶，或是做好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如此一来，资源可以再次利用，你的小小顺手，大大便利我们的生活。看普通话字典，口音送普通话福利。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月10日为止，当礼拜二、拜四，按晡頭9點到9點半之間，口音回答問題，工作嘅人就做得到普通話福利月份。詳細情形，請上客家電視台網站，或者打電話到0226338200。今年有一種有件產業上當嘅事項，設計、做嘅、連尾還有用嘅體體都撈佢有關係。一種50萬件就是屁蟲炭。烏索索嘅屁蟲炭雖然看起來無乜嘅聲音，不過因為本人認為有養生嘅功效，相當嘅受到歡迎。以下屁蟲炭又有新嘅可能呢？有一群3億嘅雕刻家，撈傳統嘅木雕藝術，結合屁蟲炭嘅養生觀念。開發了一種新的藝術形式，叫做炭雕，唔單止保留下傳統木雕之美，還有養生嘅新價值。佢哋也希望為漸漸沒落嘅木雕藝術加入一隻新嘅希望。佢到底乜嘅係炭雕咧？記者詹淑玉、劉鳳陽山講。2007年台北國際禮品及文企春季展覽會場，兩隻炭兒同鄉人主義，地圖都係審查塑雕家嘅創作，特別嘅係佢哋唔係塑雕係炭雕。我們現在就是說結合3義本土、台灣本土作家的作品，我們是把這樣的一個養生素材跟藝術做結合。兩種思想有重點嘅觀念上係審查塑雕家鍾慶軒嘅作品，按照觀詞材。莊老師哈，佢本身咧畫佢劇觀音本來啲國內就當有名，佢做木雕嘅，所以佢嘅品相最看得到非常嘅慈悲，當慈祥哈，很莊嚴這樣子。佢本身選材料嘅時間，佢最用像風化木，最看得到佢本身嘅片法也當刺眼。一隻長係好入啲風地度繞來繞去嘅毫無差者係第7屆塑雕競技獎首獎得主鍾慶儀嘅作品。因為呢當硬咩，所以佢在看茶米，就又變到電磁爐旁邊，佢本身又在阻擋天磁波嘅嗰種對人體嘅傷害。邊旁邊又看起來非常好看，唔會像不會破太陽邊嘅片。現在很多做生意啊，什麼整店做店都是用竹炭來做的。那我是把這樣的材質做成雕塑，等於是室內我們只要放一件這樣的作品，它兼具實用美觀。開張上面嘅米粒佛，雕起9杯繞明月嘅禮品，還有在公共嘅山樹，面前兩條無數數嘅雕刻作品都係用屁蟲炭做嘅哦。呀，做係呢做雕刻嘅背長炭，做炭嘅生，像鋼鐵一樣一樣。2000到2002圖高溫燒出來嘅屁蟲炭硬土老共差唔多，烤出來嘅生未老共同上場。用介入數燒出來嘅屁蟲炭是從日本嘅軍人安泰根本就冇可能拿來開台嘅作品。佢到底乜嘅係炭雕？咁講係老塑雕出咗上嘢繞度去燒，其實都唔係。出隻炭，佢做為沖涼，但係呢牛元素嚇燒出來。佢出隻炭，佢本身唔係呢種款，佢本身很較大，佢都見扁。但係雖然講按硬嚟講，唔過出隻就係講做得有按泰來劇，佢強樣佢有天然的崩裂點，佢經過熱脹冷縮，佢強樣會變態。嗰兩條炭雕係用白人做出來嘅呢？那這個是一個矽膠膜，哦，下面有一個固定膜。那我們運用這樣子一個碳粉加上接着劑之後，我們攪拌均勻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它灌入這個模具裡面。
所谓弹雕，原来就是火弹雕塑，咪就是用刻好嘅塑雕作品做模儿、做模范纸，高老皮冲炭攞做款，老人教个人模儿地图，做出老原来嘅塑雕作品，差唔多强用嘅雕刻品。木雕雕好之后，我们开模具，然后把它注浆，然后到整个生产出来，要把它修细，要手工的修整，然后最后再金刚砂来把它表面处理、喷砂过，然后才能够完成一件作品。大概需要的时间在半个月左右。皮中炭俩几年伫台湾当受到分享，本群就系用生选品。佢老一般嘅火炭最大嘅目强用住啲，将树苗嘅树唔会变污。韩国本人为入主动填刺保、净化空气、促进血液循环俩条功能。两种火炭嘅本身做得有两种阻隔电磁波那样的功效。我讲俩火炭被长炭的复圈时间数值明显下降，都把人突。到一天的范围，你这它就不会叫了耶。呢位係審查最有名嘅水梅塑雕界，講緊最後嘅時節，審查塑雕店兒有200嘅安度，可能審查嘅塑雕工廠安度原來日漸關停，當到雕刻師傅沒冇做咧，勞工會遲到東大松。那比如說，我現在雕的是一個彌勒。我是用云纹来做表现，那这也跟我来这个三义当地之后，我感染到这个大地的一些气息，比如说三义这边算是一个雾都，那云雾给我的一种感觉。勞工會嘅專長係藝術創作，粗胚當為列體唔好保存。佢天才係先做好粗胚，嗰塊木啊老年來嘅藝術創作，翻做通石頭兩條垂直嘅創作。未認為按用呢嘅經驗，本期上到咧透過繁殖技術、限量發行、老審查本土作家嘅塑雕創作推廣出去。我們每一件我們的作品都有作品的這個照片，還有作者的親筆簽名、作品名稱，還有尺寸。那這個作品的保證書就相當於作品的身份證一樣。有一堆水煮的你也搞吼，哎呀有吃的讲建议都是柿子嘛，柿子啊诸事如意，这里也会开一个像如意的形。50歲嘅劉明年13歲國小畢業過後，最近年度台中後里來到苗栗審查拜師學塑雕，總權40年嘅老經驗，佢經過咧審查塑雕工件最好嘅時節。今日我哋學師嘅下。有好多間動太間的工廠，伊來嘅下就有20人嘅太師傅，加上也個並加工嘅度，一間工廠有43個工廠都得是加間。伊下來講，已經當然面臨講也自己冇好，也轉行轉業，所以講伊也目前有安尼個有請師傅做嘅冇一道間。呢下審查塑雕雖然已經漸沒落，佢還係唔盼得表下雕刻到，佢唔怪人太環境改變，當然還係啲工作室地圖神猛創作，佢講佢最好看兩老組合咧。怪唔得啦，怪唔得，所以講唔只係我拿出工人創作嘅東西，我有風格，唔得有辦法講本家嘅收藏家，第一個都係收藏。按你講行開上我做安尼。太重面的啦，生產大量生產嗰啲東西，一下因為唔係辦法，冇咁樣嘅市場。雖然當外雕刻，不過劉明年講，現在景泰體力眉毛後生時節安好，一下開日件作品外比透過用體慳下到嘅時間，透過彈雕復製自家嘅木雕作品，佢唔單唱做得留下自家年來嘅作品，還做得如是倆落實。做係較艱苦啊，唔是下。一件作品就開一刀開1件點哦，所以講佢可以有數量，但是伊沒有限。最厲害係啲做乜㗎？做蟾蜍啊，較蟾蜍，其實其實就3支腳去咬錢，4支腳去
朋友们啊，司机叫我做嘛个，他讲是门的啊。参加弹调反击嘅三叉塑料架，杭州一个人系机三苏日高嘅徐志摩，做木雕创作已经超过20年，总共开了超过1400张嘅三苏。佢开嘅三苏唔但将打造表情发条，每本人动感字，看到自家嘅创作变做弹调，佢知道动神奇。第一摆看到自家嘅作品变做弹调，感觉系嘛？动神奇啊，也好搞啊，某用用的材质啊，会拿起来把玩啊。怎么这么？现在的科技实在很厉害，这样把碳的东西磨成粉，然后去把它翻模，然后把它塑造成一个作品，觉得蛮新鲜的。我们看到作品跟我们原作的一个呈现几乎是一模一样，包括它非常细致的这个表面的纹路和一些木纹的结构，我们都能够把它做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炭雕本身它这个木纹，还有这些蟾蜍这个上面的这个皮革的雕工，都相当的存在，都还保留的非常的完整。张凯先生跳高啊，看到蟾蜍咩会强系嘛？会强啊，看起来就动电强的感觉。不过啊，硬看，然后慢慢观察它的动态、它的姿势，然后就一直刻到现在。东北开三苏嘅徐志摩年代咪唔好三苏，本会系见开见现，从头就开做唔记得时间。佢係因為按用人做數嘅技巧發展，有半年嘅時間冇辦法拿掉開到。剛痛的時候還做了瞎書法、讀心經，可是過了10幾天以後，整個就心就很亂了，因為畢竟2個小孩子還小，老婆就又沒有去工作，然後就會越來越煩。然後剛好我會講。東校塑料創作嘅徐志摩初上期間，見翻我講自家冇辦法搞做塑料創作咧。小時候徐志摩又開始拿起雕刻刀繼續做塑料創作。如果初上經驗嘅經驗會，複製品係講拉筋紙限天數量，對創作嘅人來講係有加分效果嘅。那複製的話，要一講，有3個朋友嘟上愛，不過只有一張啊，你有吧？熊大，对吧？所以复制其实就是把东西分散出去，然后对我们自己没庆后啊。以前的话卖1件就1年寿司奶，可是我现在卖200件的话，有200人啥朋友有要在市政府干嘛以後啊？夫婦嘅皮中炭外觀貼上冇乜嘅聲音，不過老公會重視佢嘅養生效果，所以老北嘅三叉塑料架合作，由傳統嘅塑料藝術結合皮中炭嘅養生觀念來做彈雕，希望做得衝進漸漸為模特嘅三叉塑料產業。炭的東西目前在台灣蠻流行的，剛好看到炭的東西怎麼可以做成雕塑品的東西，所以說好奇心就走進來看一看。第一眼看到它的感覺得很新奇，然後覺得很新鮮，然後又覺得說這個東西有藝術之美，這個東西它是個藝術，然後又可以達到保健的效果，然後最主要是這個東西目前數量不多。你變到藝術品以後，你又變到電腦投錢，又做得主動電磁波，完全做得有當好的功能，有當正。第三叉從徐志摩60年按用人做塑料創作嘅師傅見來見少咧，本看作係火炭地圖嘅官方嘅皮沖炭，有今年喺台灣當受到歡迎。老皮沖炭嘅養生概念結合三叉嘅塑料藝術，三叉嘅裁貼藝術家都希望炭雕做得為三叉嘅塑料藝術帶來新嘅希望。先唔去講皮沖炭嘅養生功效，喺藝術品市場，炭雕確實係一種全新嘅藝術創作形式。羅光偉老亞群雕刻師傅1年前將正式推出炭雕嘅作品。雖然剛剛開始，一般人嘅接觸長度還沒輕過，不過記得還係親有期望。今年受到中國便宜木雕進口嘅打擊，
3亿嘅木雕产业早就已经没落嘅，雕刻工厂一件一件嘅输脱，有部分嘅木雕师傅为了要赚钱，甚至按万那嘢去做人工。炭雕一种新形态嘅艺术形式，唔单止为传统嘅木雕寻到嘅新嘅出路，雕刻师傅也做得保留下近年来嘅创作。罗光伟就希望炭雕艺术做得鼓励到本土嘅木雕创作者，同时也本3亿也在木雕王国做得永续发展。伊一保定嘅年輕我睇一招，難免會上級搶台，搶到喺地板嘅快款，吼冇按透明，俺都用嘢出保定嘅。我屏東人，哦，屏東女部嘅，女部啊，我哋幾下路初中畢業嘅都上來台北。看人就不能夠簡單，自己做嘢冇按簡單。我呀一開始吃得了錢的呀，也真的，不是俺哋講叫人交學費咯。哎，但係呢段時間也在經濟做一啲變化，都搞幾好看，有啲幫。啊，人喺中有經濟，俺哋可以搞一個鳥修剪。有啲人佢講啊，剛才如果冇下來，都全部事情搞不俺嚟做。啊！你隨做件片，唔係當片嚟過斯文呢？哦，像講嘅也見面一樣，都七彩神仙魚。哦，基本上接抽嘢都quite斯文，慢慢嚟。本來你看到心情都quite好。哦，又都按你效果睇，那減壓抗壓，像我們也都最好嘅。依家人哋觀念都唔同。家己要做樣嘅來去做比，也本也唔係環境比總有個獎來，吼。不過幾下人都開始種水草，做樣同最太好做樣，我人哋堅持行下去哦。只係講做樣吼，一講賺多錢是冇啦吼，但是做樣好人唔會感覺到好有成就感。你睇對唔會用嘅搞有個樣樣，按水草樣嘅種一個獎的，你看到心情好。我講啊，我個好個喜歡做安尼一種安尼行業。希拉里可能有可能會變作美國第一個女總統。聽到今日之前，其實抗台台灣會受到影響麼？全球暖化問題越來越嚴重，作為空氣溫人類越渺茫人間。財地化全球視野，全方位全面分析。當禮拜五下午8點10點，請收聽打開 Windows 國際哈送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節目最後一集報道可能會伴當道嘅人想愛聊後欄，因為就會介紹好食嘅客家美食。唔定好食脆包板麼？脆包板客話要按做豬籠板，也係因為佢嘅外形看起來當像種豬尾嘅竹籠嘅。一般嘅客家脆包板老樹狀性差唔多大，不過有人當有生理頭腦，老脆包板做到拄好一口就做得實體嘅態勢，也就係新竹北埔當有名嘅一口脆包。傳統嘅客家美食只有介時嘅創意，就做得開發無窮樣嘅商機。記者車家烈鬧陳志南嘅採訪報道。
客家山上被培养，农业嘅老嘅客家美食，無論係糍粑嘅、擂茶，也係板條，做出係上下義工秋冬有名。做得當年上來嘅客家班上人來也較了，日本客家美食有當好嘅評價。北埔除咗老嘅古節老客家美食，每片中國一件扛棒上頂以後菜包嘅點味，做得講起客家美食，再個重新嘅稱呼表現。昆地亞龍菜度一扎扎將水餃、安泰兩百嘅豬籠板，完全老條白嘅無共用，本人唔客上外買來食。行業點味度無限切差嘅調羹用，打造紅蟲出網式甜糕。經驗等班車行經要也用盤盤嚟嘅料，就係愛包出讓人共嘅一口菜包。我哋嘅菜包哈，比嗰啲都一般嘅菜包就要好食啫。所以包起來嘅角度就很難掉啊。上次我包五潤啊，五潤太讓人睇睇細細啊，為時間為好長，因為好食啫。平平日啫，我哋包。一包一張，我哋說一張是包五個，說差唔多一兩張，我哋說包三張嘅樣。有一隻隻用手工做嘅豬籠板，老傳統嘅無共用，變做細細粒嘅股票，雖然看起來動定一下，唔過包嘅功夫比調擺困難動多。尤其調價堅持，當日早晨我用清澈嘅板皮現切現包，仲係包嘅有豐富嘅料，無按改。就把我們鄉下的盡量推出去，配合一下，我照這個做，特殊的。因為我哋板皮哦，樣那樣哦，黏米哦，冇黏米為可以包哦。呢隻條黏米，呢為係東西，對，合對按黏哦。一接觸係你所黏咪冇黏咪，如果咪會梗係會逼開來啦。批數嘅一口菜包，板皮係用糯米、老菜來米、老定做嘅。除咗老傳統嘅客家豬籠板共用，食起來又香又 Q， 客家本同多愛起來嘅人客又好奇又好食，尤其係貴農從嘅增值那好，不該打開來去用盤鐵用盤盤嘅食材上顏色，從農場度掉出來嘅一口菜包，地度嘅料看見見食材懂上癮，大概都係禮拜了嘅，仲係上來動嘅排列啲嘅等。一吹料係嘛嘅，啲為包埋係唔知包菜脯啊，包菜脯係包菜脯，蛋用菜脯，蛋用菜脯磨出，但係含住其他配料，係含住其他醬料，又醬油，是炸煙磨出咯。咱們用咱們好吃。是炸煙型的，但是人家做菜包嘛，你不要說以為包菜而已哦，也是有肉。客人同好食板呢，豬籠板就係清楚方言嘅板呢之一。唔過傳統嘅客家豬籠板較太雜，總問解話改到變按四層咯。有咩呢？當初我看到個成員嘅事，你阿媽睇咗嘅嗬，成員事嗬，看到一試到一扮養好天嗬，俾我做等嘢啊，閃落啊要啦嗬，先扮閃落俾我做等，今日睇見咯，成員事我他媽唔會去啦，唔敢食雞啦，現在大人啦，唔敢食雞，我種奇怪，啊，剩下一般都丟給豬吃啊，分豬去啦嗬，我想想，哎，還是做小的。做寫價叫一口菜包好了，這樣子，啊，佢就唔會打裝訂啊，成件事都咯。一開始的時候還沒有這麼大的冇人抬嘞，
刚刚一口塞了进去，就好死落肚肚哦。见囡仔喺度哦，讲啊抢死啦，小孩已经抢死啦，我抢死我架抬都不允许啦，我架上这个最大的提台的，我总得找个架的。有人家说这么小，我说是水饺他哥哥了。水饺的大哥，水饺的哥哥了，这比水饺大一点嘛。行政指挥路线嘅一号菜包，包括了行客动作、油条副干、萝卜丝，还有下边一条。变到农村风整过后，糯米老料嘅香气出皮嘅多，本一号菜包嘅面食行较好食。唔但將遊客同好食，連菜體嘅地方表演就接送落入買，所以生嘅天數推薦。一菜包食菜包呢，吃起來一料啊，一個配料啊，非常好啊。仲有一種菜頭啊，還有蝦米，還有個菜脯等等啊，配起來一些啊，吃起來非常香。所以家下呢，打開來落去啊，哈，家家一口落去啦，全部就要吞落去。这个有点TG的哦，他一口我可以塞下去哦。真的有一个人哦，有好几个人呐，他就当场就一口塞下去，可以塞得进去，然后呢，再再搞唔得啦，嘴巴里面不能动啊。这类嘅下生年嘅传统做老板，家第位考试研发改良过后，客家美食有多位多年发展嘅机会。唔但將本等好食嘅人繼續享受，也做得本城嘅消費者前來吃看啊。其實也對傳統客家美食、老客家中嘅觀光，充有正面嘅意義。當然，客家嘅美食裏邊有板條啦，有湯圓啦，哈，竹東嘅湯圓啦，新北板條、北部板條都非常好。但是又就按變化落去是啦，像有一種菜包就變化落去啊！我相信啊，客家美食裏邊推廣，客家美食裏邊嘅各方面嘅哈，本老百姓啊，本一般人嘅口味咧、食起來冇像那些，哈啊能得贏得各方面嘅客戶嘅需求。成功創出嘅客家做老闆嘅新式法，以後菜包嘅調價同歡喜，自家嘅用心為客家做老闆尋到嘅新機會。唔過也按好食嘅客家美食，無論老食也係一下嘅以後菜包，有可能啲也現代消費度天天嘅小食。能擺按用嘅費用傳承，憑調價嘅後生小龍講，亦有信心，你有責任。我仲一個客家美食傳下去。全部會做咧，其實像愛童年啲呢，冇接觸到有啲菜包，可能冇叫啥會做。因為大家係將客家文化、客家美食一個傳承啦，就是一定要維持客家的文化跟這個美食的東西，唔好講廢棄嘅樣嘢。北埔係客家美食重鎮之一，當到客家美食嘅精華當然賣啲鴉片，老一後菜包享用，再有耐心去研發，就做得為傳統嘅美食帶來新嘅發展。發明後也嘅水晶研報，享用嘅北埔進行研發出來嘅客家美食。來無乜嘅當年，客方險做3個月嘅水晶研報，本但唔係爭行業有嘅美食。我哋一次美食嘅彭鳳珍老朋友黃萬妹嘅研究下，所以冇從其他嘅小食按到年底。也表面咩唔係啲北埔嘅路結紅，我同到正式嘅研究啲後來也買，接着買到冇啦買，尤其係用現時嘅始祖肉。還有番薯粉、羅片米粉、酸度好較強下用手工做嘅，除咗卡細隻之外，食起來就係老一般嘅水餃冇強用，都好食。太細隻啊，係口感也就差多啦。呢個太大隻，皮會好軟，會好硬心掉咗。我是硬像我啲做啲你睇太隻嘟好，嘟喲啱話去，嘟嘟 QQ， 最嘟好出嚟一。梗係太細，梗係長度啊！就講，我哋目前賣料啊，而家安排咗啦嚇，最這個口感最好嘅時節啦。有用心思買小食嘅兩公婆，將台灣極平常嘅小食研究出所有客家美食嘅3個月，無論係用手也係加調湯、加調料，兩種口味出香嘅菜天兒同愛天兒來上看啊！
冬天民众对客家美食做得有按创新嘅变化，就知道东欢喜。我第一个系做各个样式去学习去走了那种还好，所以他你们讲给大家口味是非常好，所以也煮啦，也动作我体验因他就会做得先。雖然講唔係傳統，唔係講客家美食，但是你啊經過喺度就做出來之後呢，你啊提升人會，你啊真係客家美食嘅種類啦。用20年賣小食嘅經驗，烹調家老本樣向下創出為新客家美食，一本3個嘅變做北埔嘅新土菜。就像北埔路嘅紅嘅4點尾，一條菜包撈3個嘅。就算無同茶法同當年嘅扛棒，唔過因為佢哋上網研究有各創新，甚至經過同杜拜嘅實派再個改進，張做得將百年傳統嘅小食重新開發，重新幫客家美食潛出新嘅發展，幫客家多年啲客家做美食做得有按度嘅選擇，同時也幫北埔客家多年客家上癮。新竹女灣當受到歡迎嘅南疆花種嘅供養，菜包板留3角葉呢係客家人受到當慣嘅東西。不過只有加上一些細嘅創意，就做得變化出無供養嘅口感，也做得開發出新嘅商機。講到開發商機，為了一本台灣嘅東部客家發展，政府按算愛起蘇花高速公路，假使通車嘅話，台北到花蓮遷隔只有2點鐘。就花蓮縣政府所做嘅民意調查，有700嘅花蓮縣民係贊成起蘇花高嘅，不過另外稍有限客體嘅聲音係反對嘅，因為蘇花高一做將會對台灣東部環境造成無辦法彌補嘅傷害。蘇花高到底愛起無已經到為最後嘅階段，環評審查會議按算5月底就會召開。客家新聞雜誌從下個禮拜開始，將會沙定推出2次嘅明年愛蘇花高內列報道，但分別從環保到經濟嘅角度來分析起蘇花高嘅利弊得失。假使也關心台灣嘅永續發展，千萬唔好錯過嘅。今日嘅客家新聞雜誌就做到這裡，感謝大家嘅收看，新聞大家按時食，再會。